台南香科年闹热滚滚出来，有客家乡、麻豆乡、西港乡等等前后的登场。不过最近因为少子化，客家乡为用人工的蜈蚣阵呢，捌出现找无人的情形。因为这个蜈蚣阵，逐工需要228人分3批轮流耕，上无要行30公里，真辛苦，免讲嘛找无人。 长长的蜈蚣店西向前，先动野糖啊含红包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全台湾飞去人工工日行蜈蚣店，保存上传统用人力工的方式。蜈蚣店顶坐36位神童，分别担任戏曲内底角色。不过今年传出神童无够真形。哦，原本减22个啦，拄着全台湾省拢咧考试啦。除了神童的人选派找，要找着人来斗工，嘛互标榜是头壳莫里小。较早迄阵因。 叫进前，迄差不多38个，就咧耕，就会当耕啊，进来228个，啊，所以这耕工诶，愈来愈歹请。蜈蚣店逐工需要超过200人轮流耕，而且一个行就是行超过30公里，真侪人耕到一半就容易放弃。本时代迄阵拢用耕诶，迄阵诶人较勇啊，所以耕工较无问题啊，真着迄落算较无，真诶人较无咧耕，无法度好讲。 耕足久来，耕叫人真辛苦，过去甚至因为出现真侪商品，都有人徛出来抗拒。啊，麻豆乡的宋江店以男性为主，训练是真辛苦。要开出一个人训练的奖金是2万块，才找到有人愿意来练习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